歡迎大家返到嚟 AMWG。今集咧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先可以參加到一啲手錶嘅 event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其實手錶嘅 event 咧係有兩種嘅。第一類嘅 event 咧就可能比較 casual 少少啦，例如係啲新錶嘅發佈，或者係個品牌想接觸一啲更多唔同類型嘅客戶啦，或者係一啲新客戶咁樣。呢一類型嘅活動咧，一般就好歡迎任何人士去參加或者報名嘅。而第二個類型咧，就可能啲品牌為咗客人安排嘅一啲特定嘅工作坊啦，或者一啲私人嘅宴會。咁當然要參加呢一類型嘅活動咧，咁必須係要佢哋品牌或者佢哋店鋪嘅客戶啦。而有啲活動咧，更加係可以安排去俾你見佢哋嘅品牌嘅 CEO 啦，或者一啲形象大使或者明星咁樣嘅。所以呢一樣咧，都係我自己點解中意去品牌嘅專門店度買錶嘅原因之一。因為有啲朋友咧，可能係中意買開二手錶啊，或者透過第三方喺網上度買錶嘅。咁但係以呢一種方式去買錶嘅話咧，其實個品牌係永遠都唔會知道你係邊個嘅。所以有時除咗考量價錢同埋折扣之外咧，而你本身又好中意呢一個品牌牌子嘅話咧，都係絕對建議大家去專門店度購買嘅。因為除咗以上所講參加活動嘅機會之外咧，其實售後保養同埋跟進咧，都係另一個關鍵嘅考慮因素嚟嘅。今日咧會帶大家嚟到一個好特別嘅 Cnif event， 而地點咧就位於澳門銀河嘅 Andaz 酒店。呢一個 workshop 咧就以一個小組進行嘅，咁4個人咧就一個 section。活動嘅內容第一部分咧就主要介紹 Cnif 嘅歷史啦，同埋佢哋嘅自家機芯。而今年咧更加係 Cnif 嘅160週年嚟嘅。正正就因為咁啦，佢哋今年咧出咗4款咧好特別嘅手錶啦，係慶祝佢哋嘅160週年嘅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呢4隻手錶有幾神秘、有幾特別嘅話咧，歡迎你哋聯絡我哋啦，或者直接去到 Cnif 嘅專門店度了解。講翻呢個活動先啦，咁第一個環節咧有介紹 Cnif 嘅歷史啦，同埋佢嘅機芯嘅，特別係佢哋嘅 signature 計時機芯 Alpomiro。了解咗機芯嘅結構同埋功能之後咧，我哋仲係有機會咧可以拆解呢個機芯嘅某幾個零件嘅，可以感受到組裝同埋維修機芯嘅難度。亦都可以親身體驗到呢一個 Alpomiro 3600機芯有幾複雜，而每一位學員咧喺製錶師嘅領導之下咧，都輕鬆完成咗我哋嘅工作。而第二項我哋要做嘅項目咧，就係修復指針上面嘅夜光啊。由開夜光粉到填上夜光咧，都係全程要自己去處理嘅。未做之前咧，睇落係非常之簡單啦，但係點知原來自己親身試過之後咧，係非常之難嘅。要將夜光填到均勻同埋唔油出界嘅話咧，對手嘅定力咧係要求好高嘅。而最有心思嘅地方咧，就係製作咗呢個夜光指針之後咧，係俾我哋拎走嘅，可以親身接觸到手錶入邊嘅零件同埋機芯咧，呢個機會係非常之難得嘅。另外有時都聽到啲 group 友咧會問呢個問題嘅，就係參加呢啲活動嗰陣咧，需唔需要帶翻佢哋嘅牌子嘅手錶去參加咁樣？當然啦，出於尊重嘅問題，如果你有佢嘅牌子嘅手錶咧，當然係建議大家係帶啦。但係如果你冇嘅話咧，其實都唔緊要嘅，因為參加呢啲活動嘅話咧，其實就係想了解更多關於呢一個品牌嘅手錶嘅。而嚟緊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咧都拉入咗好多嘅大嘅品牌啦，去做一啲活動嘅。而有幾個品牌咧，大家係可能係好中意嘅添。所以如果你係有興趣 join 呢啲活動嘅話咧，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group。同埋多啲留意下我哋嘅 Facebook update， 同時多啲參與我哋 Facebook group 嘅 post 嘅討論啦，或者出多啲 post 啦。因為呢啲活動咧名額都係有限嘅，同埋每一次 post 出嚟咧都好快就嘥滿晒噶啦。咁我哋喺呢度都想多謝翻 Cnif 啦，舉辦今次呢個咁有意義、咁特別嘅 event。希望下一次可以帶大家去其他各大品牌嘅手錶 event 啦。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